大家好，呢兩日喺香港科技圈，甚至喺大家嘅社交媒體入面，應該都俾一個詞語洗咗版，就係龍蝦人工智能代理。無論你係擔心佢導致嘅數據洩漏，定係驚嘆佢打破咗大廠壟斷嘅強大功能，人工智能代理嘅出現，其實向我哋揭示咗一個血淋淋嘅事實：技術嘅擴散係人類根本控制唔到嘅。當大家仲討論緊呢隻龍蝦係偉大嘅發明定係安全嘅噩夢嘅時候呢，有一位人工智能圈嘅大神 Google DeepMind 嘅聯合創辦人蘇萊曼，早喺佢呢本神作《即將到來的浪潮 The Coming Wave》入面，就已經俾咗我哋一個最深審嘅預言。蘇萊曼唔係一般嘅寫書佬，佢係真正創造人工智能嘅人。佢話：我哋依家面對緊嘅唔係普通嘅科技進步，而係一股足以摧毀國家甚至重塑生物物種嘅浪潮。今日我哋唔單止要拆解呢本書，更要透過蘇萊曼嘅視角睇清楚，點解好似龍蝦人工智能代理呢類技術嘅出現，會令到全球嘅精英都充滿危機感呢？我哋人類到底仲有冇可能將呢隻已經放咗出嚟嘅魔鬼重新踩返入個樽度呢？首先，我哋要明白呢個浪潮有幾大。作者提出，未來10年，人類會被兩股力量同時衝擊：人工智能同埋合成生物學。點解呢兩樣嘢擺埋一齊咁大鑊呢？因為 AI 係通用技術。佢可以幫你寫程式碼，亦可以幫你設計新嘅病毒。想象下，以前你要製造一種致命病菌，你需要成隊科學家同埋用好多錢去打造一個實驗室。但係 AI 時代，人工智能可以幫你運算蛋白質結構，幫你優化病毒嘅傳播力，而合成生物學嘅工具正喺度變得越來越平。呢個就係蘇萊曼最害怕嘅嘢，權力嘅下放。就好似龍蝦人工智能代理，令到每個人都有咗最強大嘅執行能力一樣，未來可能每個人喺屋企廚房都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設計出一種針對特定基因嘅病毒。呢種能力係以前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或者天才都唔敢想象嘅。以前嘅科技浪潮，好似電力、汽車咁，都有物理限制。但呢一波浪潮，佢嘅核心係資訊。資訊係冇重量嘅，佢可以透過網絡光速咁擴散。當最強嘅破壞力變得最平、最易獲得嘅時候，世界嘅穩定基礎就會崩潰啦。講到呢度，我哋就要傾下今次嘅龍蝦人工智能代理事件。點解政府同埋大企業咁驚呢隻龍蝦呢？因為呢樣嘢係好難去控制嘅。作者喺書入面提出咗一個好矛盾嘅觀點：人類文明嘅進步係建立喺開放同交流上面，但面對呢股新浪潮呢，開放可能等於自殺。龍蝦人工智能代理將原本俾大型科技公司鎖喺保險庫入面嘅安全防線徹底拆除。一旦技術開完咗，你就冇辦法收得返。即使今日政府禁咗佢，你聽日依然可以喺網絡分身或者私人伺服器度繼續養龍蝦。作者就分析，歷史上所有強大嘅科技最終都會擴散。但以前嘅擴散係慢嘅，我哋有時間去建立法律，而人工智能嘅擴散速度快到連法律嘅草稿都未打好，技術已經進化到下一代啦。所以佢就感慨咁認為，我哋正喺度失去對技術嘅控制能力。如果我哋連一隻龍蝦代理都管唔住，我哋憑乜嘢覺得自己可以管住未來具備自我意識嘅通用人工智能呢？聽完頭兩章，你可能覺得死啦，隻龍蝦又管唔住，病毒又識自己寫，咁我哋係咪可以等收工？作者提出咗一條極之難行，甚至有啲瘋狂嘅生存建議。
佢形容呢個係一場人類同技術浪潮之間嘅終極之戰。簡單嚟講，佢認為我哋應該首先斷咗佢糧，即係管唔到軟件就管硬件啦。想象一下，如果龍蝦人工智能代理係一個極之大隻嘅怪獸，雖然佢嘅思想即係程式碼係無形嘅，但佢嘅身體亦即係晶片同數據中心係實實在在佔地方，要插電先用到。既然我哋管唔到網絡上面啲程式碼點傳，我哋就要管住啲高效能晶片，例如黃仁勳嗰啲 GPU 咁樣。2026年嘅晶片戰爭點解打得咁激烈呢？唔係純粹為錢，係為咗生存。政府要好似管核原料咁樣去管住啲晶片，冇咗晶片呢個糧食， AI 就算幾有野心，幾咁不受控，都只係一堆冇靈魂嘅數字。除咗斷佢糧食呢，作者仲建議可以內置一個自殺掣，有咩事都可以緊急停機。大家睇戲都見過，最強大嘅武器通常有個自毀裝置。作者認為未來每一個好似龍蝦咁強大嘅系統，一定要內置一個安全斷路器。呢個掣一定要交俾一個獨立甚至係國際性嘅監督機構。一旦發現 AI 開始出現失控跡象，或者開始自行研究病毒呀，做啲危險人類嘅事呢，就可以緊急剎停佢。另一個方法呢，就係唔再國家自掃門前雪，成立一個 AI 版嘅聯合國。呢點係最難，但亦係最關鍵嘅。單憑一個政府或者國家呢，作者認為都係搞唔掂嘅，因為技術係無國界嘅。如果你喺美國禁咗，但喺另一個國家可以隨便開，咁個漏洞依然喺度。佢建議全世界要成立一個類似國際原子能機構嘅組織，呢個組織要有權去查全世界嘅機房，即係大家要一齊簽生死狀，一齊守規矩，先可以令呢股浪潮唔好變作危害我哋自己嘅海嘯。蘇萊曼嘅結論幾有意思嘅，佢話控制 AI 可能係不可能嘅任務，但係嘗試去控制係我哋唯一可以維持生存嘅方法。即使最後可能都係會輸，我哋都要盡力去減慢佢衝擊嘅速度，幫人類爭取多幾年時間去適應。聽完今日呢集，你心入面可能覺得好沉重，甚至有一種無力感。龍蝦人工智能代理可能只係一個好細嘅開始，更大更猛烈嘅浪潮仲喺後面醞釀緊。但作者寫呢本書嘅初衷，絕對唔係要我哋坐喺度等死，亦唔係要向絕望低頭，而係要我哋每一位普通人都要有一種集體醒覺。我哋而家正處於人類歷史上最關鍵嘅十字路口。以前嘅科技進步係改善生活，但今日嘅 AI 係直接挑戰緊我哋作為人類嘅定義。科技本身確實冇分好壞，但當呢股力量大到一個控制唔到嘅程度嘅時候，我哋人類嘅責任感必須要提升，先至可以跟得上技術嘅步伐。如果你係一個專業人士，你要思考嘅唔單止係點樣用 AI 增加效率，而係要諗點樣安全、有倫理咁去用人工智能代理，確保技術唔會喺你手入面失控。如果你係一個家長，你面對嘅挑戰更加大，因為你要教導下一代點樣喺一個真假難分、深偽技術泛濫嘅世界入面，保持最珍貴嘅批判性思考，守住佢哋嘅好奇心同埋同理心。其實我哋未必需要每個都成為最叻嘅科學家，先可以改變世界。作者話俾我哋聽，雖然我哋未必可以憑一己之力阻擋成個時代嘅海嘯，但起碼我哋可以學識點樣喺浪潮入面游水，學識點樣觀察風向，而唔係隨波逐流，最後被徹底沖走。喺呢個技術爆炸嘅年代，保持清醒已經係一種最強大嘅競爭力。我哋唔好忘記，無論 AI 幾強大，佢依然缺乏咗人類最核心嘅嘢，我哋嘅體溫、
我哋對痛苦嘅感悟，同埋我哋對未知未來嗰種不屈不撓嘅希望。喺2026年，最重要嘅裝備未必係最新型號嘅晶片，而係你對呢個世界嘅洞察力。多謝大家陪我聽完呢集即將到來的浪潮導讀。今次嘅討論對我嚟講都係一次好深嘅反思。如果你對呢股熱潮有任何睇法，或者你對未來感到不安，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我哋一齊喺評論區交流。如果你中意呢種結合時事同深度書評嘅內容，歡迎你訂閱同埋讚好我哋。我哋係閱讀人，下次見，拜拜。